中部的科学园区即马当咧做2期的粉化工程，拜二还有一个越南移工咧拆房膜的时，意外去地死。即马调查发现讲，除了这个死亡的移工，其他还有2个因共享的，这签证拢已经过期啊，非法搁留伫咧台湾。目前已经下令停工等待调查。 工地打暂停作业的公告，因应台积电新厂进驻中科2期。中科管理局即阵伫台中市大雅区科雅5路甲科雅西路口的工地进行配水池甲送水管工程。15下晡4点半左右，3个越南籍临时工咧拆房膜的时发生工案意外，其中51岁男性互房膜跌入胸坎，送医急救，要是不幸过往。那当下他是有这个意识，那 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啦，所以工区的这个管理人员，那就想说，那还是就近就是赶快把他送到这个医院去做这个治疗。不过很遗憾的就是，经过不久的时间，他就往生。 中科管理局表示，死亡的越南籍男性迄时无明显的空喙，而且意识清楚，就无随叫救护车。不过，台中营总表示，男性到病院进前已经乌卡，经过检查，胸坎哪像有地着甲乌青的伤，急救无效。3个越南籍临时工是包厢请的，调查发现拢是签证过期的非法移工。另外2个人事故了后已经走去。 中科管理局承认监工单位稽查无查到，目前会和保安总队甲检方共同调查，理清行政甲刑事责任。没有符合标准作业程序的部分，那他应该一些防范的这些机制设施是不是足够？我想主要是这一块合法的这个作业的劳工来讲，跟这个事件的关联性，这个是不是还有待厘清呢？ 工地主任拒绝回应，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表示，死亡的越南籍男性是伫2018年提关公签证入境，另外2个人入境身份还咧查。中科管理局强调，外包厂商目前还咧申请合法移工，管理局逐礼拜拢会抽验工人的身份，后续会检讨稽查机制。也若市府下令工区停工，伫确实改善而且调查结束进前拢袂使复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